唱出有馬字嘅歌。媽媽媽媽媽媽。講個詞語形容出人意料獲勝嘅馬匹。黑馬。你冇俾啲咁簡單佢答得唔得啊？馬瞓覺嘅時候係用咩姿勢嘅咧？點知啊？企喺度㗎。企喺度或者坐喺度。瞓喺度。聽到你啦，到你啦，好啊你。列舉一項馬中意食嘅零食。蘿蔔。Chucky 啦，馬喺生肖入面係排第幾嘅咧？我係屬馬㗎，有分嘅咩？7。好快啊！我要好快啊！唱出有馬字嘅歌。馬里馬里 home， 非洲歌嚟啊！馬里馬里 home， 世上只有媽媽好咯，得唔得啊？馬俊偉，一馬當先，好啊 pass 啊！請用活潑興奮嘅語氣讀出呢個句子。沙田馬場新開幕嘅 Champions Connection 每個月都會有唔同主題嘅 DIY workshop， 有嘢玩，有嘢食，有嘢買。我玩人耶！搞掂！如果你都想親手整呢個靚靚嘅盆栽或者小手作，11月可以嚟沙田馬場嘅年會參加呢個沙繪藝術盆栽工作坊啦。做完手工嘢，呢度仲有港式雞蛋仔、意大利雪糕同埋手工啤、手搖飲品。沙田馬場嘅馬場有禮，亦都有 workshop 合作伙伴嘅寄賣商品。出示 workshop 嘅訂座確認短信，可以喺馬場有禮門店同埋指定嘅購物專櫃享有85折嘅購物優惠。如果想有更多嘅數碼體驗，可以去埋附近樓高4層嘅天馬翼。佢融合咗各種數碼賽馬娛樂體驗同特色美食專區，包括模擬騎師嘅 XR 體驗、AI 互動打卡位同全程解碼解謎遊戲等等，喺入面都夠你玩返大半日啊！鍾意攝影嘅你，仲有年會創意打卡大賽等你參加。想好似我哋咁樣玩下手作工作坊，又可以睇下馬場唔同嘅精品呢，大家就記得嚟食下、玩下同埋買下嘢啦！快啲報名參加啦！